5年前 Floroma 以一款白蘭花香水開啟旅程，憑藉住純粹嘅香氣，讓客人感受到優雅同細膩嘅美。Floroma 嘅故事由一個小小嘅網站開始，9美金嘅 Shopify 網站承載住香薰嘅執着同埋信念。為咗追求完美嘅香氣，創辦人阿 Jane 多次遠赴法國學習調香，希望將純粹嘅香氣帶俾大家。花若盛開，蝴蝶自來。我哋相信，只要專注做好自己，最終會被看見。喺疫情同埋零售業寒冬嘅打擊之下， Floroma 從未停步，亦從未動搖。2021年，第一間實體店喺旺角 Mogo 開幕。5年間，Floroma 於逆市中繼續擴張。2024年，第9間分店海港城 Premium 嘅店正式開幕，讓 Floroma 嘅香氣邁向更高端、更精緻嘅體驗。由一人創業到今日60人嘅專業團隊， Floroma 唔單單係香水品牌，更係一種對品質嘅承諾。經過持續不斷嘅努力，2025年 Floroma 喺香港已經突破15萬張訂單。呢個唔單止係數字，更象徵住每一位客人對我哋嘅肯定同埋信任。時至今日 Floroma 嘅產品擴展至超過30款香氣，包括室內香薰、香薰精油、沐浴露同身體護理，讓香氣進入更多生活細節，更加遠赴美國、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等國家。Floroma 嘅香氣跨越地域，走向全球。5年嘅時間， Floroma 由一樽香水走向完整嘅香薰世界，呢個只係起點。我哋會繼續探索更多美好嘅香氣回憶。感謝你哋與我哋同行，見證住 Floroma 嘅一步一腳印。下一個5年，願我哋繼續以香薰書寫更多動人嘅故事。